头起先，咱要做伙来关心的，就是昨暗头仔的时阵，伫个台南的新营，有一对60岁的翁仔某冤家，这查甫呢，哪像是情绪失控，对家己的老婆安尼起骹动手，就连过来靠囥的这牛仔呢，嘛互伊拄着伤。加在3个人送病院是无性命的危险。咱那社会局是调查讲，这个查甫人呢，伫个10当前就捌有家暴的记录，会协助因申请保护令。救护人员接到通报，随到场受伤的查甫人手骨互人拄着伤流血，救护人员赶紧替伊止血，后来发现现场拢总有3个人着伤，警消甲因全拢送去病院。民众报案，在新营区兰子里某民宅内有持刀伤害案件，本分局在第一时间出动快达警力前往应处。在本分局员警到达后，发现有3名伤者，所以立即协助送医。这单事件就发生在台南新营，二三暗时一户徛家一对翁仔某发生冤家，60岁查甫人哪像着癌，身体状况无介好，情绪失控，动手拍某，致使因某的头甲手拢受伤。伊正常敢有这冤家相拍，你嘛无清楚啊？伊若一经理遐啦吼，伊一经理啊，就算我若带一只，咱嘛无当听啦。到去现场，这户附近无厝边，因某当时只好甲牛仔发救命，无经过就刺激到这个查甫人，就安尼是牛仔嘛互牙刀拄着伤，这个查甫人随后激动嘛挂伤家己，落尾3个人拢送病院。初步了解，这个查甫人10当前就捌有家暴通报记录，社会局表示后续社工会介入辅导。本案过往确实有通报记录。那针对此次事件的发生，后续家保中心的社工会提供备案的辅助，包括法律咨询、法律协助、心理咨商、生活补助以及庇护服务等。社会局强调，那这家暴案件第一时间爱随透过警方也是社会局寻求必要的协助，警方后续以家暴伤害等罪嫌起诉，卖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。记者苏达南采访报道。